本影片絕非廣告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Purple Apple Land 旅遊系列。今集內容簡單記錄我哋響東京成田國際機場國泰航空貴賓室嘅體驗。成田國泰貴賓室會響2026年5月11日起暫時關閉，以進行翻新。我哋睇下翻新前嘅面貌啦。去影片。成田國泰貴賓室響2號客運大樓2樓，鄰近71號登機閘口，搭扶手電梯落去。開放時間每日7點15分至下午9點30分。貴賓室門口，入去啦，睇下環境先。航空資訊，環境安靜，都幾多座位，人流唔多。睇下有咩嘢食先。曲奇餅，冇晒雪糕，朱古力撻，士多啤梨慕斯，餅乾，麵包。隔籬有焗爐，毛豆濃湯，香蔥，芥末燉海苔，味噌湯，白飯，豆瓣醬，醬油，福神漬，牛肉咖喱，西蘭花，甜紅椒粉蜂蜜烤紅蘿蔔，香辣番茄赤管麵，芝士拼盤，火腿，雜菜沙律，黑米壽司卷，煙三文魚壽司卷，醃薑。呢度啲嘢食都係自助形式，食物款式唔算多。有多款酒精飲品，果汁、牛奶、茶、水果、山啤機。罐裝飲品，茶包，咖啡機。咖啡機除咗有咖啡，仲有抹茶同朱古力。飲品款式選擇都幾多。呢度有得斟水，日本雜錦米果，山啤機。睇晒食物啦，去攞嘢食先。開餐啦，我哋好快就上機，所以只係拎咗少少試食。上機食先。香辣番茄赤管麵，唔太辣，有啲酸。毛豆濃湯，口感滑順，香濃好飲。朱古力蛋糕，有濃郁朱古力味。黑米壽司卷，好好味，我哋都拎咗幾次食。呢款麵包都唔錯。士多啤梨慕斯蛋糕，入口鬆軟綿密，味道香甜，好好味。煙三文魚壽司卷，都好好味。曲奇餅，
好酥脆，微甜，好味。甜品同曲奇餅都好好味，食多見先。食物選擇唔算多，不過都好味。環境舒適安靜，而且人流唔算多，最啱休息打發時間。成田國泰貴賓室會響2026年5月11日起暫時關閉，以進行翻新。多謝收看，鍾意呢條片嘅話就記住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，亦可以追蹤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